恭喜你，你絕對有足夠嘅貨。所以第二個，你想感受、體驗、經營真愛嘅嗰個方法，就係將你入邊你嘅溫柔天賦無條件付出俾呢個世界，成為嗰朵有蜜糖嘅花，而唔會介意飛埋嚟嘅係唔係你嘅 the one，你都願意將花蜜去分享俾佢。呢個就係第二個條件。咁所以我想話俾你知嘅係，第一，有幾個方法可以揾，但係我哋即刻袋翻啲嘢落你個袋，因為你定係好驚咁，哇！早知唔想，上完之後覺得自己要離婚咁嚇。好啦，頭先你咪揀咗1、2、3、4係咪？呢8個瓶入邊，其實都代表你某一啲嘅花蜜，你可能自己唔知。所以而家我會逐一再講一次呢8個瓶嘅花蜜。所以揀1號嘅頭先嘅請舉手。好啦，好嘢嚟㗎，話俾你自己花蜜啦，舉高少少嚇。好啦，呢幾個同學，你嘅花蜜喺度啊。揀1嘅同學，你嘅花蜜係你其實係好有愛心㗎，你都其實有好多創意㗎。你天生其實係可以信自己㗎，你可以好獨立地去處理嘅問題，同時又不失你嘅溫柔同埋你嘅體諒，你係可以付出愛。咁我想話俾你知，頭先舉手1嘅同學，你有可能有幾個花蜜都仲可以發放，但係如果你細個嘅時候有一啲好嚴重嘅打壓，你可能某個花蜜係你好耐已經唔會用㗎啦，真係㗎。我想話俾你知 ，POV 係一個咩課程？我講個少少背景，雖然可能聽好多次。我未出世嘅時候，我老豆就同第二個女人走咗佬，咁我阿媽就拖住4歲嘅家姐，馱住我大肚去差館報警，話唔見咗個老公。我阿媽19歲結婚，當我老豆離開呢段關係嘅時候，我阿媽只係一個24歲嘅女人。當年係1972年，我阿婆、我阿公、我阿太、我3姨、4舅父、5舅父、6舅父同埋7姨住喺一個200尺嘅7層公屋。我阿婆話：阿女，你不如翻嚟啦。咁我阿媽就生完我之後，就同我家姐一家3口，同我頭先以上講嘅3、4、5、6、7、8一紮人11人就住喺個200尺嘅公屋度大。我由細到大係喺一個非常狹窄、被掌控嘅環境長大，所以我唔會點講嘢，我會好乖，我會自己搞掂晒自己一切。我甚至連我身體都好抑壓地表現出嚟，因為我嘅校服由1年班到4年班我係冇高過㗎。你諗下，1年班到4年冇高，其實好驚。我中學嘅時候咧，中一係1.37米，中一1.37米啦，喂，撳唔到鐘㗎。搭巴士添，好陰功咁，細個就要返學咁樣嚇，覺得好可憐，想摸個頭咁樣嘅中一嘅年代。我大部分嘅性格都被打壓，我唔可以曳，因為如果曳，我阿媽根本冇辦法可以處理到佢嘅情緒。我係一個完全唔可以活出我自己嘅環境，過咗我嘅10幾年嘅童年。但係我嘅瞓覺每一次都係揼地鬧人磨牙，我喺一個完全被抑壓嘅環境長大，所以我大部分嘅花蜜從來都冇發光過。我仲記得第一次中午嘅年代，我有個中學同學同我好熟之後，佢先至話：哇！我見同你2年啦，先發覺原來你咁搞鬼嘅咁樣。哇！乜我好搞鬼咩？因為我平時唔講嘢。跟住我進入大人嘅世界，開始有我自己嘅天地。偶爾喺一啲完全安全嘅環境，我會有1、2點嘅花蜜放出嚟，啲人會突然間：乜你原來係咁㗎咁樣？咁但係我瞬間就會收翻落嚟。我通常只會喺飲醉酒嘅情況出嚟嘅啫。飲醉酒嘅時候就好爛口啦，屌你啊，仆街，哈哈哈哈哈咁樣，哈哈，但其實好乖咁。飲醉就屌你，哈哈哈哈咁樣。咁我想話俾你知啦。我記得我中午嘅時候喺早會望住有啲老師上台對住成1000人咁喺度講嘢，
我第一次覺得哇，佢點解可以對住1000人都唔驚嘅咧？如果我上到台，我諗我會驚到跳樓咁。我仲記得我第一次真係要喺日本讀書嘅時候，我攞獎學金喺日本讀書，對住幾十人要 present 一啲嘢，我所以咁震住。我唔可以想像我今日做緊呢個職業，我唔可以想像我今日咁樣同你哋講 talk。原因係我實在有太多太多嘅傷痛，令我從來唔敢講我嘅感受。而過去我點樣可以將我嘅花蜜放翻出嚟呢？我走過好多嘅路，其中一個選擇就係我上過好多生命療愈嘅課程，當然包括今日我推介俾你嘅 POV。佢將我好多嘅花蜜嘅蓋打翻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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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今日可以成為今日呢個人。咁所以我想話俾你知嘅係，第一，我一路會繼續講呢啲嘅花蜜。如果你發現我有啲特質，你發覺我真係冇貨喎，你寫低先。有一日呢一個花蜜佢會開花。我諗我唔可以想像我今日，我20年前我唔可能想像我今日呢啲嘅性格會呈現。咁所以我想話俾你知，你今日寫低咗佢先。我唔知你會透過呢個課程開花，會唔會因為某一個朋友句説話你會開花？會唔會有一次有個感動，讓你完全綻放你嘅美麗？但係今日我講得嘅係你天生本來嘅花蜜嚟嘅。咁所以2號嘅請舉手。2號嘅同學，你嘅花蜜係你有一份好願意去幫人、伸出你援手嘅嗰份樂意助人嘅心，而你內心係非常純真、率直同埋有助人為己嘅精神。而每一次你願意去將你愛心分享去幫人，其實你都可以撫慰到人哋嘅傷痛。你係天生一個可以將愛分享俾人嘅人嚟。如果你發覺你2號，但係你冇乜朋友講我聽，首先恭喜你，你嘅花蜜完全未被發掘過。我希望你死之前都掘嚟食下，食2嘢，你飲完之後肯定死啦咁啊！得唔得？3號嘅請舉手。好啦，3號嘅花蜜，你嘅花蜜係你有一份同理心，可以體諒別人嘅感覺，同埋願意去信任呢個世界。而非常獨特，其實你係有好高嘅藝術嘅天分，可能係欣賞，可能係創造，總之你有一份藝術嘅觸覺。所以如果你可以嘅話，我會建議你試下去畫畫，去做啲嘢，將你嗰份藝術感去放出嚟。每一次你咁做，你就會可以分享到嗰份開心，而會體驗到你嘅創造力。而3號嘅花蜜有一個非常特別嘅東西，就係你其實係好願意想生命向前，你係好有意欲，生命不斷蛻變前進，你唔係想停留不動嘅。明唔明？4號嘅請舉手，一個啫。好啦，時間關係自己睇啦。哦，睇完啦，5號咁啊。好啦，你明啦 ，Sandy， 全部都係講你㗎嚇。正直善良、正面積極。人哋係會信任你，你係會被信賴，同埋你有好高嘅去管理事情嘅能力，同埋你嘅花蜜係一份領袖力嚟嘅，得唔得？5號，好，5號你嘅花蜜係你有份同理，可以去感覺別人感受，而同時你嘅直覺其實非常敏鋭嘅，而你都可以有一份好平常平安嘅心。而唔係去計較地、去無私地，可以將你嘅溫暖笑容分享俾人。你其實係一個好有愛嘅女人嚟。如果你發現你咁多嘅花蜜有幾個你係唔知佢叫乜名，好似唔同你冇關係嘅咧，咁你就要好記住。如果你已經今日見到你一個用開嘅花蜜，就大量用你嘅花蜜啦，得唔得？好啦，6號嘅請舉手。6號又係做啊！好啦，6號你嘅花蜜係寬大、有愛心、真誠待人，但係有嗰份獨立處事、決斷嘅能力，同埋你係非常 intellectual 嘅嚇，同埋你係可以用行動去實踐你所要嘅嘢，呢啲係你嘅花蜜嚟㗎，得唔得？好啦，7號冇啊？好啦，7號冇咁就睇得啦。
就咁啦。哦，好啦，8號，8號有2個，好啦，緊張。8號你嘅花蜜係溫柔、堅定嘅決心，同你感覺別人嘅感受，有份慈悲，但係同時又可以有行動力，同埋你嘅直覺非常敏鋭。呢就係你8號嘅花蜜啦。我再講一次，你哋每個人都有你嘅愛心。喺呢段時間，香港處於大是大非嘅時刻，你曾經有可能幾個鐘頭或者幾日，你係唔再問個世界攞嘢，你就係問呢個我愛香港，我仲可以俾啲咩出去呢？瞬間，你整個人嘅能量係有份溫暖嘅感覺。如果你可以帶住呢份感覺去繼續行固然好，如果唔係嘅話，首先今日你已經知道多多少少關於你入邊生命好多好美麗嘅東西。你可以分享少少俾呢個世界嘅話，分享得幾多就分享幾多。